以前就聽話讀唔成書先做保險啊，係啦。但係咧入到嚟啊，發現唔係啊，個個都大學生，90%都係大學生嚟喎，係啦。而家啲保險業從業人才咧就越來越專業嘅嚇。但係佢哋嚟香港會唔會好難嘅？因為你話優才專才，佢哋一定係要有咁上下學歷先可以入到嚟噶嘛。即係而家多咗啲高才過嚟啦，你知啦。係啲高才其實好多都係碩士畢業，因為佢哋優秀，足夠優秀先嚟香港。嚟香港咧有部分咧係加入我哋嗰個保險行業嘅，係嚇素質係越來越高㗎。我相信咧，只要專才同高才嚟到香港嘅，我哋政府咧都已經幫我哋嘅行業咧做咗一次篩選㗎啦。係嚇優質嘅人才先至可以加入呢啲計劃，亦都先至可以嚟到香港。嚇，所以唔使擔心，嚟得嘅都係專才。啱啱都講啦，保險係涉獵到好多範疇，其實我哋都係俾一個保障個客人嘅啫。係啦，但係因為真係好多以前呢啲唔好嘅 agent 啦，係啦，或者以前真係冇咁多法規嘅時候，好多人亂嚟啦，搞到本身應該需要嘅保障就嚇到啲人覺得我唔需要保險啦。真係有啲客人會講我唔需要保險啊，保險係呃人嘅。你哋兩個應該都有遇過類似嘅客人。遇過好多因為我嘅客戶群體或者我朋友主要喺大陸啦，咁大陸就會遇到呢啲情況特別多啦。因為大陸以前啲保險嘅從業人員咧係唔需要考牌，咁好多人咧就加入保險咧，佢係即係將身邊啲朋友可以買咗單，賺咗呢一筆，佢就可以消失唔見㗎啦。好多啲曾經買過保險嘅人咧，都唔知道自己買乜嘢，亦都冇一個好專業嘅人服務到佢，咁佢就會總會有一兩張單咧，就會係正如你所講，唔知道佢嘅作用係乜嘢啦，唔知道保障係乜嘢啦，咁樣樣，咁可以留咗佢好負面嘅印象。咁好啦，其實保險一個不斷咁 review、不斷咁去更新嘅一個咁樣嘅保障嚟㗎嘛。咁當然佢有需要更新嘅時候，但係佢又已經好懷疑保險啦，甚至好抗拒啦。係咁我哋要花好多嘅唇舌改變佢個觀念咯。係，因為真係好多客人係理應每年要 review 一次，但係好多 agent 都冇中，即係買完張單，可能連理賠都唔想幫你搞啦。那樹大必有枯枝嘛，就是這個行業裡面總有一些不好的人存在，然後導致了客戶抗拒跟害怕，那肯定也是有的。只要你做好自己，客戶就是你會讓他解開了的認知盲區，他會覺得哦，原來保險是這麼一回事。就像我開始我也是很抗拒保險的呀，後來我進來之後，這個東西對我很好哦，我很需要哦。那我的認知維度被打開的時候，我很需要，我就 OK 啦，對啊。所以就是很多時候客戶他是存在一個認知盲區的，只要我們能把這個知識還有這個它的優勢，他正好需要這個東西，我們得到，那就自然是打破了這個僵局。遇到很多，但是就是看自己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。係，如果你哋中意收聽我哋嘅頻道，想留意更加多保險上嘅知識，就記得 share、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